大家好，今日係12月23號，而家晚上嘅6點半，唔經唔覺同大家分享嗰本叫做《香港企業併購經典》，已經分享咗3個 case 啦。今日係第4個，唔知大家有冇支持下？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我嗰3個 case， 或者你記唔記得邊3個 case 先？嗱，第一個呢，就係劉鑾雄點樣得到華智嘅。至於第二個呢，就係同大家分享呢個亞視其實都有風光過㗎。第三個呢，就係陳松青嘅佳寧。我當其時候就同大家講過，論搭雞棚 JPEX 遠遠都唔及陳松青嘅佳寧。今日同大家講乜嘢啊？點都好，如果你對我今集有興趣，多謝你。有任何嘅見解，歡迎喺下邊留言，亦都希望大家 subscribe 點讚，撳下啷講傳多啲俾人。之前同大家講過，劉鑾雄因為華智嘅緣故，就俾人冠上咗股壇狙擊手嘅名號。咁樣，李嘉誠超人嘅銜頭到底又係點樣得返嚟嘅呢？20世紀70年代末，香港嘅政經形勢已經發生重大嘅變化，羽翼漸豐、雄心勃勃嘅新興華商開始覬覦保守、信心不足嘅老牌英資公司。李嘉誠嘅故事相信就無謂嘥時間再同大家重溫啦。我只係想講，喺1978年嘅時候，長江實業其實就已經羽翼漸豐。喺呢個時候，香港嘅地產市道已經升到高位啦，或者咁樣講，嗰個地價已經開始升到唔合理嘅水平。但係值得留意嘅係，香港當其時候嘅股市係仍然疲弱嘅，而英資上市公司對前景又十分之冇信心，所以佢哋嘅股價普遍都係大幅低於佢哋嘅資產淨值，而大股東嘅控制權亦都頗為脆弱，所以如果喺呢個時候收購佢哋，就係最佳嘅時機。一直以嚟，九龍倉呢個名，我成日都將佢同吳江正拉埋一齊。原來九龍倉原本係一家老牌嘅英資公司，創辦於1886年，當時候就稱為香港九龍碼頭及倉庫有限公司，主要嘅業務係經營九龍半島嘅碼頭同埋倉儲業務。喺尖沙咀海旁就擁有住龐大嘅土地。至於九龍倉嘅創辦人，就係著名嘅英商保羅遮打爵士同埋怡和洋行，所以亦都成為咗怡和旗下置地公司嘅聯營機構。怡和大班亦都同時兼任九龍倉嘅主席。到20世紀40年代，九龍倉已經發展成香港一家以效率著稱嘅大型碼頭倉儲公司。佢嘅碼頭能夠同時停泊10艘遠洋巨輪，倉庫呢就能夠儲存大約有75萬噸嘅貨物。不過喺20世紀60年代末以後，香港嘅碼頭業掀起咗貨櫃化嘅革命。九龍倉於是就將碼頭倉庫搬到去葵涌、荃灣呢啲地方。至於喺尖沙咀海旁碼頭倉庫舊址嗰度呢，就興建非常之大嘅商廈，包括咗海運大廈、海洋中心同埋海港城等，業務搞得有聲有色。不過九龍倉嘅投資策略有2個致命嘅弱點。第一，佢嘅地產發展係以發行新股籌集資金為主。例如喺1973至1974年間，九龍倉
為咗籌集海洋中心同埋海港城發展嘅資金，先後多次發行新股同埋送紅股，令到公司嘅股數由990萬股增加到去8501萬股。1975年同埋1976年，九龍倉再先後發行可換股債券同埋附有認股證債券，結果就使到股價長期偏低。至於大股東對呢間公司嘅持股量呢，亦都被大大嘅攤薄。第二，九龍倉興建嘅商廈，佢哋以出租用途為主，而咁樣就令到現金回流好慢，嗰個盈利增長亦都低。呢個亦都係造成九龍倉股價偏低嘅重要原因之一。1978年初，九龍倉嘅股價最低就係11個8港元，期間香港嘅地價唔單止冇回落，反而大幅飆升。身處繁華商業區嘅尖沙咀河旁，更加係寸金尺土。呢一種強烈嘅對比，當其時候已經被敏銳嘅香港股評家察覺。1977年10月12日，信報嘅資深股評家施聰就以九龍倉物業開始銳變，未來10年盈利保持增長為題，指出九龍倉如果能夠充分利用佢嘅土地資源，喺未來嘅10年就可以出現年增長20% 嘅勢頭。呢一隻每股市價只係得13個半港元嘅九龍倉已經係好低㗎啦，所以佢將會係1978年嘅熱門股。不過比呢位股評家更加敏銳嘅係李嘉誠，因為佢知道只要買入20% 嘅九龍倉股票，就可以挑戰置地嘅大股東位置。因為當其時候作為大股東嘅置地，對九龍倉嘅持股量只係得10% 啫，所以李嘉誠就以暗度陳倉嘅方式，不動聲色咁樣喺唔同嘅渠道吸納九龍倉嘅股票，由每股10多港元一直買到每股30多港元，前前後後買入大約1000多萬股嘅九龍倉股票，約佔九龍倉已發行股票嘅18%。而隨住九龍倉股價唔尋常嘅大幅飆升，大財團以至星斗市民都意識到有財團喺度收購緊九龍倉嘅股票，於是一場空前激烈嘅收購戰爆發在即。總之，1978年嘅3月，九龍倉股價已經飆升至每股46港元嘅歷史性最高水平。嗱，講返怡和，佢哋到呢一刻先至急急咁班師回朝，但係冇乜錢喎，所以就唯有向匯豐銀行求助，並由匯豐主席沈拔親自向李嘉誠斡旋。嗱，據講呢，當其時有出任匯豐董事嘅世界船王包玉剛，亦正在計劃部署棄船登陸嘅策略。而面對錯綜複雜嘅激烈競爭局勢，李嘉誠權衡過佢嘅利弊，覺得眼前呢一刻唔太適宜同歷史悠久而且根基深厚嘅怡和公開對抗。點解啊？首先，歷史上九龍倉一直都係置地嘅聯營公司，同置地都係怡和集團嘅兩大主力。如果收購佢，就必定會遭到大股東怡和嘅全力反擊。第二，當然就係唔好得罪匯豐啦。仲記唔記得頭先講過，怡和揾咗匯豐嘅主席沈拔去同李嘉誠斡旋，
主要就係叫李嘉誠唔好收購。咁既然沈拔出到面，如果李嘉誠唔聽話，繼續一意孤行嘅話，咁就一定會得罪匯豐。另一樣嘢就係佢亦都一定要妥善咁樣處理好同世界船王包玉剛嘅關係。頭先講完，包玉剛都想收購九龍倉。好啦，如果係你會點做呢？既要避免劍拔弩張嘅局面，但係又要謀實利，而且要為長實嘅長遠發展留下回旋嘅餘地。幾經反覆嘅思考，李嘉誠終於決定鳴金收兵。1978年嘅一個夏日，李嘉誠將佢揸實嘅九龍倉全部股權賣晒俾包玉剛，俾包玉剛繼續接手爭奪呢個嘅九龍倉，而李嘉誠因此就得到咗大約6000萬港元嘅盈利，全身而退。李嘉誠收購九龍倉功敗垂成，唔少人都會覺得好可惜。但係喺事後睇返，呢一招其實係以和為貴、以退為進嘅高招。因為佢咁樣做，一來可以避免同怡和有正面嘅對抗，二嚟亦都買咗個人情俾匯豐同包玉剛，為長實日後嘅飛躍埋下咗伏筆，收到咗一箭三雕嘅功效。1979年，長實擁有嘅樓宇面積已經達到咗1450萬平方尺，超過咗置地嘅1300萬平方尺，成為咗香港名副其實嘅地主。同時間，大家一定要留意，呢個時候李嘉誠就當選咗中國國務院屬下部公司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簡稱中信集團嘅董事。同時候當選為董事嘅仲有霍英東同埋黃寬成，呢兩位華商早就同中國政府建立咗密切嘅關係。李嘉誠嘅當選反映咗佢喺中國政府心目中嘅地位正在迅速咁冒升，而由於時機已經成熟啦，李嘉誠就將佢嘅目標指向英資4大行之一嘅和記黃埔。和記黃埔嘅前身係和記洋行同埋黃埔船塢，係一家創辦喺1860年嘅英資洋行。不過其實當其時候一直都係啲3、4流嘅角色，但係自從祁德尊加入咗之後，公司就急劇咁轉好，先後收購咗著名嘅老牌英資公司黃埔船塢、屈臣氏、均益倉、德惠寶洋行、泰和洋行以及旗昌洋行等。全盛時期下嘅附屬同埋聯營公司就多達360家，經營嘅業務遍及地產、財務、保險、酒店、船務、船塢、貨倉、棉毛紡織、汽車、洋酒、汽水、藥品、進出口貿易等，成為當時候香港規模最龐大嘅商業機構之一，實力僅次於怡和。不過問題係祁德尊過於雄心勃勃，功伐過度，未能夠及時喺股市高潮嗰度鞏固已取得嘅成績。1975年，和記國際喺印尼嘅一項重大工程合約邊出現咗危機，資金周轉困難，瀕臨破產。1975年嘅9月，和記國際召開咗股東大會，要求股東注資以解決公司嘅財務危機，但係被匯豐銀行所代表嘅股東否決。和記國際嘅債權人準備循法律途徑要求公司清盤，而喺冇選擇嘅情況之下，董事局
被迫接受匯豐銀行嘅收購，由匯豐注資1.5億港元買入咗和記國際9000萬股嘅股票，佔已發行股票嘅33.65%。匯豐成為咗大股東，祁德尊就被迫黯然辭職。當其時候，匯豐曾經承諾，一旦和記國際恢復盈利，匯豐就會喺適當嘅時候出售和記國際。呢一個就埋下咗李嘉誠入主和記嘅伏線。之後匯豐就邀請咗被譽為公司醫生嘅惠理出任和黃董事局嘅主席兼行政總裁。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喺講劉鑾雄點樣得到華置嘅時候，都有講過劉鑾雄點樣整走惠理。總之惠理係一個唔簡單嘅人物。好啦，當呢個匯豐邀請咗惠理去到呢個和記國際，成為咗董事局嘅主席兼行政總裁之後，和記國際就進入咗惠理嘅時代。而喺惠理嘅整頓之下，和記已經恢復生機，逐漸咁樣走上正軌。值得留意嘅係，根據香港嘅公司法同埋銀行法，銀行係唔能夠從事非金融業務，所以當和黃步入咗正軌之後，匯豐就必須要將和黃呢嚿嘢賣出。好啦，咁到底應該賣俾邊一個呢？當然，換個角度嚟講，呢條問題應該係邊個有能力接手先？原本嘅大股東祁德尊家族，由於已經破產，所以根本就無力承購龐大嘅股份，而正正由於缺少咗家族性嘅大股東，佢嗰個股權就分散喺眾多嘅股民手入邊。收購和黃就唔會遭到家族性大股東嘅頑強抵抗，付出嘅代價會比較少。至於同匯豐關係良好嘅包玉剛，而家正喺度全力以赴爭奪緊九龍倉，所以都唔得閒再理其他嘢㗎啦。最後，我想講講李嘉誠，其實同包玉剛一樣，李嘉誠同匯豐亦都一直保持住良好嘅關係，而特別喺九龍倉爭奪嗰一役，匯豐明顯係欠咗李嘉誠一個人情，所以長實能夠獲得和黃嘅成功機會就大咗唔少啦。總之，1979年嘅9月25日，就只有匯豐主席沈拔同埋董事包約翰知道嗰個來龍去脈，和黃已經落入咗李嘉誠嘅手入邊啦。當然，對於呢一宗蛇吞象嘅交易，好多人都有疑問：點解匯豐嘅售價只有每股7.1港元咁低嘅？因為根據和黃嘅資產推算，佢嘅資產淨值應該係58億港元，咁樣每股嘅市值就應該係14.4港元。換言之，李嘉誠足足係少俾咗1倍錢。啱啱講過嗰個惠理呢，佢就話過李嘉誠呢一個舉動就等於用2400萬美金做訂金，而買入咗價值10多億美元嘅資產。就此匯豐嘅解釋係，若果以每股14.4港元呢個價格出售9000萬股普通股，係唔容易揾到買家㗎。至於呢個7.1，其實係以和黃近日平均市值每股5.5港元，再加上30%計算出嚟嘅。另外，匯豐再表示，呢個時候出售和黃嘅股份，一來就可以兌現到多年前買股嘅承諾，
二來亦都可以為收購美國嘅海洋物能銀行提供多一啲嘅資金準備，因為當其時候匯豐嘅國際化部署已經展開啦。不過匯豐其實係冇解釋過點解會向李嘉誠開出啲咁優惠嘅承購條件嘅。其實當其時候嘅英資洋行，包括咗怡和、太古以及和黃嘅管理層，仲有一啲英美嘅大公司，都對和黃係虎視眈眈。咁點解匯豐會選擇李嘉誠呢？有人曾經講過，李嘉誠其實係英國嘅白手套或者 keeper， 但係韋利就有咁嘅講法。香港目前嘅政治經濟因素係促使到上海匯豐銀行決定唔將和記股權轉讓俾其他人控制嘅公司。另外，銀行方面亦都樂於見到依間和記國際係由華籍人士嚟控制。事實上，同劉鑾雄一樣，華置本嚟係唔屬於劉鑾雄，和黃亦都唔係李嘉誠嘅。另外，惠理除咗俾劉鑾雄逼走之外，我唔知道李嘉誠有冇逼走惠理，但係惠理的確係讓咗和黃主席兼行政總裁嘅位俾李嘉誠。1981年1月1日，李嘉誠正式出任和黃董事局嘅主席，成為入主英資大行嘅第一位華人大班。不過和黃實在太大啦，佢嘅生意所涉獵嘅範疇，李嘉誠又確實係好陌生。老老實實咁樣，正正就犯咗唔熟唔食嘅大忌。咁樣李嘉誠應該點樣做先好呢？首先，李嘉誠極力安撫和黃嘅外籍高層管理人員，並委以重任，而且更加對外對內營造出和黃嘅獨立性。不過，李嘉誠未雨綢繆咁樣安插咗李業廣同埋麥理恩出任和黃嘅執行董事。另外，和黃又先後將眾多嘅附屬同埋聯營上市公司私有化，包括和記地產、屈臣氏、和寶、安特城大亞，又將年年虧損嘅海港工程出售。呢一樣嘢令到和黃嘅業績得到進一步嘅改善。到1984年嘅時候，和黃已經成為咗香港股市入邊第3大上市公司，僅次於匯豐銀行同埋恒生銀行。不過喺呢個時間，以行政總裁李策信為首嘅和黃管理層同李嘉誠嘅矛盾逐漸尖鋭。老老實實，鬼佬又點能夠容忍中國人騎喺佢哋嘅頭上面呢？所以喺李嘉誠收購和黃之前，韋利就已經積極推動和記嘅收購同埋合併，並先後買咗均益倉同埋黃埔船戶兩家大型嘅公司。一方面既增加咗和黃嘅土地儲備，增強咗和黃嘅實力；另一方面又使到大股東匯豐喺和黃嘅持股量下降。就此，匯豐自然係明白到惠理嘅野心，所以就將手上和黃嘅股權全部買晒俾長實，利用長實嚟控制勢力不斷膨脹嘅惠理，而長實亦都可以分享和黃龐大土地儲備發展之後嘅收益。李嘉誠收購咗和黃之後，李策信接替咗惠理，依然積極咁樣阻止長實插手行政嘅事務。而由於時機未到，所以就算喺1983年嘅時候，多名和黃華籍高級職員被逼離職，
甚至造成人心惶惶。李嘉誠都堅持唔直接干預和黃嘅行政，但係去到1984年嘅時候，逆轉就出現啦。事緣1983年底，和黃因為來自於地產嘅盈利大增，累積咗大量嘅現金，長實決定和黃派發巨額嘅現金紅利，但係李察信就要利用呢啲資金繼續擴展，為和黃謀取更大嘅利益等等。李嘉誠邊有咁好死㗎？冇錯，佢之所以傾向將大部分嘅現金派俾股東，其實係由於從1984年起實行嘅新稅制，若果將嗰幾十億嘅港元現金，例如存入銀行賺取利息，如果真係咁，每年就可能要徵交數千萬港元嘅稅款。當然，佢咁樣派一派，最大嘅得益者其實就係長實。的確，長實因為咁樣就得到咗7億港元嘅股息。另外，呢個部署除咗削弱咗和黃管理層嘅權力之外，亦都有利於長實進一步增持和黃嘅股權。當然，李察信自然係唔會翹埋雙手，於是佢哋就利用外資基金嘅不滿，試圖迫使長實接受以股代息嘅建議。不過，李嘉誠喺呢個時候已經完成咗接管嘅部署，所以鬼佬唯有劈炮唔撈，而長實就正正式式接管咗和黃嘅管理層。值得留意嘅係，我諗有唔少人都聽過馬世民呢一個人物，佢係專責集團嘅貿易同埋零售業務嘅行政管理。不過，其實佢嘅權力比李察信嘅時期係少得多嘅。點解呢？好啦，講到呢度，我唔知大家點樣睇李嘉誠呢一次嘅蛇吞象。到底李嘉誠係咪因為佢係英國嘅人，所以就能夠成功收購？定其實係因為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希望大家鍾意。多謝你，再見。